我看着夏书相，倒也是痴心。他对你小妾的宠爱，全是对你的不舍。那首《鹧鸪天》写的真是感人至深，我看现在宫里不少人都在传抄呢。他原本是极其稳重圆滑的人，都是被那婆娘逼的。赖我，我找了个跟我当年有几分相似的小慧，仔细调教之后送到夏府。本来只是想着让那婆娘发疯发狂，让夏松忍无可忍。可我真的没想到那婆娘竟会那么疯，害她成了笑柄，现在还闹到官家那儿去了。婆婆，你放心，我定会在官家跟前说夏书相的好。不行，那个李思是官家对我怎会跟对他一样？我知道，但是惹官家生气，那又何必呢？再说，对他也不好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什么也不说。官家到了。秋荷，依你之见，什么样的珠宝用来做冠子最配我？翡翠如何？望娘子三思，切勿求购贵价珠宝为是。你起来说。京城之人，从富豪之家到坊间平民，莫不是宫内取所为风尚。但凡听闻宫眷求购什么，便追随抢购，以致物价腾涌。譬如说，张娘子爱吃江西金桔，此事传到民间，金桔之价立刻疯涨。我不久前出宫办事，见一斤江西金桔的价钱已足8斤羊肉。我的天爷啊！望娘子收回成命。好孩子，你快起来。还是你想的周到。我竟是为了怕输给祥鸾阁那位甄婶真的糊涂了。他这么一说，我倒想起来，官家前几日嘱咐上府局的女官说，平日里穿的袍子不必一定要克丝花罗，这来来回回的折腾，能耗费出平民小康人家1年的花销去。官家虽从不苛待我们，他若是知道我们花大价钱去买首饰比着奢侈，他心中定不会高兴。小人觉得2位娘子不必担心首饰头面被张娘子抢了风头去。若说这上面的风头，后宫本就是她稳坐第一，倒也无甚可比。那你这么说，倒是我自不量力了。这倒不是。那是什么？七夕之事，意在选会梳头者为官家梳头。官家发饰与娘子们不同，根本不必戴花俏冠子。秋荷以为，届时只需为娘子梳好头即可。至于冠子，实乃装饰之物，可选些绫罗绢花，甚至比时鲜花也是好的。若是用无价之宝，倒是喧宾夺主了。好姑娘，小小年纪如此通透，也多亏你提醒，少了我许多烦恼。说起来，我也举荐人给官家梳头。你说这些话也不防着我，可见心里是极坦荡的。这孩子若真能到官家身边去伺候，可是大家的福分。我也喜欢秋荷。现在爹爹和大臣谈事，若是有怀吉陪着，若是回福宁殿有秋荷照顾，我便放心了一些。
这小人儿说的像是他照顾爹爹，而不是爹爹照顾你。爹爹那次生病之后一直没有大好，我见过他几次爱心口。爹爹是不愿责怪身边的人，身边的人若是不细心，爹爹就会多吃一些苦。我只希望最好的那人去照顾爹爹。慧柔说的对，你爹爹好心儿，从来不会自己责骂身边的人。姐姐也疏忽了，还是慧柔最体贴爹爹，没法叫爹爹疼你。谢公主谬赞，不胜惶恐，以后定当做好本分。你俩站一块儿，比宗师哥哥和涛涛姐姐还要般配好看。你可别乱说啊。我知道了。宗师哥哥和涛涛姐姐是皇亲贵戚，不能如此比。可是却没有人去告诉他们。走走走，他们梳他们的头发，咱们去画画。怀吉，你是先认识我的，所以呢，无论别的女子跟你多么好，跟你多么般配，你心里也要最喜欢我。官家，夏书相夫妇二人他们如何闹？此番也与我婆婆毫无关系。我婆婆这一颗真心都已经成了灰了。难道因为他们家大婆与小夫争风吃醋，现在都怪到我婆婆头上？怪她吗？怪他们当初青梅竹马，父母之命早已定下好姻缘，却被先帝指婚拆散。夏书相忘不了我婆婆，便找了替身，现在同大婆闹得不可开交，坏了朝廷体面。沈远，先帝有不知。那官家现在知道了又如何？反正官家永远都是向着大婆的人。碧寒此时又僭越了，不如把我们两个都赶出宫去，不知有多少人开心。万万不可，娘子糊涂。官家，别计较娘子失言，有孕之人心气不稳。好了，我又没说要责怪谁。此事原本也不关你事，我只是想核实夏总所说而已。那官家也觉得这件事与我婆婆无关？哎呦，官家别生气，我就是怕现在宫里宫外都在拿这件事情当笑话，我就怕官家生气，不分青红皂白的罚了这所有人。哼哼，这话说得好。所以在你心里，正是如此糊涂之人，生气便要迁怒无辜，不分青红皂白。哎呀，不，官家是天下第一明白的人，官家怎么会糊涂呢？是碧寒自己，碧寒长嘴。好了，你看你，又哭又笑。快去，把你这花猫脸进去洗洗干净。先帝不知夏怂有婚约在先，因他父亲殉国而封官赐婚。原是抚恤孤儿寡母，未曾想害了3人。他俩数10年怨偶，你孤单单一生。先帝皇恩浩荡，厚爱臣下之心，奴婢从来没有怨过。这是奴婢的命，不敢怨。如今闹成这样，我也问了他所有的前因后果，他倒未曾隐瞒，什么都说了，包括最终故意袒露心怀，
是想让全天下都知道，他从娶妻那日起便是被迫的，心内早有他人。是想逼迫妻子主动和离，亦是让你知道心计，之后便随阵发落，便出到荒山野岭去。可是他的妻子并未主动提出和离，却是哭哭啼啼地写了万言悔过书，递到皇后处，只说是妒火攻心，全是他错，愿承担罪责，掉脑袋不怕，却要留在夏家的祠堂里。朕想，这般冤孽继续下去，只能更加难堪。既然自父皇的一纸赐婚诏书而起，朕今日便以一封和离诏书将它终止。然而几十年过去了，你们也都过了知天命之年，朕是不可能让他再娶你了。若是如此，他夫人定是越发不甘，岳父家的颜面亦是过不去。官家，官家慈悲，奴婢几世修也修不来。奴婢都已经这样了，还怎么敢想要与他在一起？奴婢只求能够陪着张娘子，以后伺候小主子。官家圣明，官家断了这道冤孽，以后奴婢再也不想了，一颗心再也不会往宫墙外放了。朕以前甚是不喜欢你，可今日听了夏从所说，也是颇为唏嘘。你对碧寒亦有真情在，也并非全然是他少不更事错信了你。往日冤孽已于今日止，甘与不甘，也不要带到今后去。碧寒对你如同对母亲，一片赤诚，满心信任。你日后若循规蹈矩，伺候他母子起居，朕自不会薄待。若是不肯安分，勾连内外兴风作浪，挑唆朕的娘子，朕亦不会饶了你。谢官家，谢官家。怀吉，你也跟着大师学了一阵子的画，替朕看看。娘娘，当真？小人愚笨，但是这头饰与娘娘平日戴的不同。朕其实从未学过画，只是从小便喜欢，偶尔自己心中有人，心中有事，便忍不住的涂一涂。这张画实在拿不出手给别人看，一会儿干了，你替我收起来。我记得你会裱画。臣小时候在舅舅的铺子里帮过忙，但是年纪太小，裱得不好。无妨的，忘了官家的身份，这便与小儿涂鸦无甚分别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幅画，你也一块儿替我裱了，就在右手边2排的第3格里，
有一个木盒子，你取过来。怀吉，你喜欢娘娘吗？娘娘，好了，不要给我背一遍娘娘的种种美德善行。我只是问你，喜欢娘娘吗？小人不知道。不知道？小人敬重娘娘。敬重。敬重。其实敬重才是最适合的。娘子，这是皇后娘娘特地拨给咱们的。娘娘说，这孩子比公主才大2岁，现在虽又不会做什么，陪着公主玩正好。你进宫多久了？之前跟着谁？快1年了。我姑姑是上10局的陈姑娘，是姑姑领我进宫的。哦，那今后就留在怡凤阁吧。你还小，有什么不懂的要问。要是缺什么呢，就找露丝姐姐要。带她去和慧柔玩吧。娘子，怀吉来陪公主画画了。哦，快让她进来。今天晚起了半个时辰，倒让你等。今日没陪官家去崇祯殿啊？魏国大长公主病了，官家亲自去探望，张先生亲自陪驾，官家便让我来陪公主画画。上一幅枝头喜鹊，官家看了特别喜欢，崔先生也夸生动，说公主颇有进步。官家便说让公主好好学，不能偷懒，改日来亲自看她画的。这当真是要慧柔成个女画家呀？这画画我是横竖不懂的，便靠怀吉督促她了。以后她就跟着公主了，请公主给她赐个名儿吧。你姓什么？小人姓姜。姜。有啦，你就叫辣饺子吧。辣饺子。公主再想想，小女孩叫这个名儿，以后出去见人会让人笑的。这名儿不好吗？我每日早膳都要吃的。公主再想个更好的。那我再想想。公主尝尝这个。今日是双日，有蜜饯吃。来来来，这是嘉庆坊的李子做的，又叫嘉庆子，我最爱吃了。姐姐生日才给我2个。来，张开手。这个蜜饯送给你，以后你就叫嘉庆子啦。这个是香橼子，这个是韵果儿，这个是笑叶儿。以后咱们就一块玩啦。对了，这个是怀吉，虽然他是跟着爹爹的，
不住这儿，但他这是我最喜欢的朋友。今儿多亏他，及时把密诏让我看见，要不然我只能给你取名叫鳝鱼包了。夏总和贾婆婆的关系，你在她再进宫服侍张娘子之前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夏书下那段往事，因为那首词，当年便有些世人知晓。只是私情往事，又因先帝指婚而起，不会有人跟官家提起。此事，臣大约是在宝元元年听闻，数日后确知，然后记录在皇城司密簿当中的。朝中人的公事私事，大事小事，只要有人提起，有人议论，有没有你不知道的？臣皇城司职责所在，理当尽量搜集信息，但也不敢说绝无遗漏。官家事忙，什么事该挑出来请官家指示，更有时难免误判。住！官家！住！怀吉，你好厉害呀！你只帮我了几下，这个鸭子就活了。这是我画过最好的鸭子。谢公主夸奖，都是因为官家对公主的疼爱，使得小人有福分跟崔先生学画。你这么聪明，以后肯定跟崔先生一样，是个了不起的大画家。那我就可以跟别人说，我小的时候那个梁先生还握着我的手，给鸭子点眼睛呢。崔先生是天纵奇才，旁人就算一直随着他学，10万分的努力，也不能修得他一成功力。小人只是庸才，不过是替他传声的。怀吉，我不高兴听你说自己是庸才，我觉得你很厉害，很聪明，爹爹都觉得你非常好。你再说自己是庸才，就便是骂我笨，看不懂人，是大不敬。怀吉叩谢公主欣赏。哎呀，以后你我之间有一个小秘密。以后没有旁人的时候，你就不必再跪拜磕头。小人这样真的不行。可是爹爹都会免掉一些大臣跪拜磕头的呀，说是君臣私下论事，不必动不动就磕头行礼。爹爹在这里，没有旁人的时候，也不让姐姐拜来拜去的。小人怎能和前朝大臣和苗昭仪比呢？你今后也去科考，做前朝大臣了呀。爹爹说过，国朝不讲出身，只要聪明努力，都有机会为国效力。皇爷爷的诗我背过，出门莫恨无人随，书中车马多如簇，娶妻莫恨无良媒。书中自有颜如玉，男儿玉碎平生志，五经勤向窗前读。公主，像我们这种进了宫的人，以后就一辈子不会出宫，不会娶颜如玉，也不能参加科考，做不了前朝大臣的。为什么？这是规定。哦。公主，周姑娘和范姑娘到了。哦，这就来。
怀吉，你别难过，不能科考做前朝大臣也没什么的。你看那些大官都没有你陪着爹爹的时间长，你天天都能陪着爹爹，我都羡慕极了。住！官家，发髻乱了，茂泽，给我重新梳一回头。是。娘娘子，小人已将偏殿公主画室收拾好，这画小人先带去。官家晚上批闸子久了，再拿出来给他解乏。好孩子，你真是有心啊！今日秋荷为我梳这不加官的小盘髻，倒是清爽素净。可这发饰本身不太显眼，官家这几日要过来用晚膳，他会喜欢吗？怀吉，你是男孩子，你帮我瞧瞧。这发饰从未见宫中人梳过，官家一见定会好奇，多看几眼。仔细一看，它又甚是简单，恰恰不以发髻奇巧、官姿富丽来抢了娘子本身温婉娴静之美。小人想，官家定会喜欢。我其实也极喜欢这发饰，只是这点心思就不瞒你了。七夕之事将近，所有推荐梳头夫人的娘子们都不会放过任何能够见到官家的机会。争奇斗艳，都是能够为了让官家看见自己所见之人的本事。我这发饰倒是衬得我比平日顺眼几分，可这发髻本身仿佛并不出彩，又没加冠子，我怕官家因此以为是秋荷水准不过尔。臣以为官家要选的是会梳头者，不是会做精巧花冠者，故不必在冠子上多下功夫。给官家梳头，亦不求奇巧，只要妥帖细致便可以。那好吧，就这样吧。可是不加冠子，这妆容就要精致一些。秋荷今日为我化了一个淡妆，我一会儿还得再自己修饰修饰。官家爱以导引术梳头，因此手法可以按摩头皮，理通经络，以健体强身。七夕之事，实则是要选一位善用导引术的梳头内人。虽则发髻发冠样式，亦是梳头内人本事的一部分，却毕竟不是官家最看重的。那你说，七夕之事，怎样能够看出梳头内人的导引术高低？所以董内人这几日为娘子梳头，多理经络，为娘子梳简单大方不带冠子的盘髻，又只为娘子化淡妆，尽量让官家瞧见娘子天然莹润的好气色。官家何等英明，自然会知道这是董内人导引术的功效的。官家，好了，
皇城寺的差事越发繁杂，你精力有限，管得太多，就难免不够周全。这样吧，从下月起让杨怀敏帮你，他年纪比你大，在宫中资历更久一些，品级高于你。但是你从12、13岁便开始办理皇城寺的差事，更熟悉。今后你二人在皇城寺的事务上，平级相处，互通有无，都向人手中报备。之前朕常亲自与你交代差事，原也是不合规矩的，是朕不对。今后不会再有了。马泽，臣在。没事了。去吧。师父，起驾回宫。慧柔，在看什么这么好看呀？都好看。爹爹第一次带慧柔出来，从前什么都没看见过。宫中的就不好吗？天下最精美的持用物件都会从四面八方送进宫里。真的，我听13哥、高姐姐还有若兰、若竹他们讲，大相国寺的集市呀，御街上的文房四宝铺子呀，还有绣坊、梨花木家私店，都可好玩了。宫中的还是更精致些，不过等你大了，选了驸马，也是可以看到外面物事的。那慧柔还可以常常回来看爹爹、娘娘、姐姐的吧？当然，你是爹爹的女儿，爹爹的家永远都是你的家。爹爹，为什么进了宫做了内侍就不能考科举，当状元做前朝大臣了呢？这是从很早很早以前就有的规矩，千年来历朝历代都是这么做的。那历朝历代就是这么做的，就是对的，就不能改了吗？行了多年的规矩，不管是对是错，人们总是习惯了，改是很难做到的。那皇帝觉得不对，也不能改吗？天下人都得听皇帝的呀。
云娘子这冠子好看。这是彩儿为臣妾做的。彩儿，这冠子未用任何珠玉，却有富丽盛大之感，做得好。谢官家。你今年多大？何时入的宫？奴今年19，入宫5年了。可会导引术？奴一直跟着师傅学习导引术梳头，这2年中给娘子梳头也确实使用导引术的。很好，你先随云娘子坐吧。参见官家，参见娘娘。这发样梳得真好，荷儿的气色更好，看上去倒似回到了从前，跟在我身后叫六哥的时候了。娘娘，姐姐为何叫爹爹六哥？因为你姐姐和爹爹从小一起长大的。那为何他现在又不叫爹爹六哥了呢？我喜欢这称呼。因为你爹爹现在成了官家，你姐姐也正式入了宫，便一切遵守礼节了。哦，所以宫里好闷呐。你是哪里人？禀官家，奴是榆林人。家中做什么的？我家开药材香料铺，爹爹和爷爷都通晓医术，在家中药铺做堂。哦，怎么入的宫呢？这几年停了边境榷场，有几样重要的香料进不来，我家祖传的香便无法做了。三川口之后，延州急征军医，我爹爹和爷爷都被征调了从军。延州，到元2年。你是谁召入宫中的？是勾当内东门司张茂泽先生。原来是茂泽亲自把你带回来的，怪不得。你也给娘娘梳过头吧？那发样也很与众不同。你们也坐吧。秋荷年纪小却这么能耐，真是难得了。怎么，今儿得闲？半个皇宫都去了琼林苑，你在这卖苦力也没人瞧见。傻丫头，他已经顾不上恨你了。再说你有我，你不用再这样可怜巴巴的整日讨他欢心。可我怕呀，毕竟他在官家面前说一不二，风头都盖过皇后。哎，他其实就是个蠢货。小事官家顺着他，宠着他，但压过皇后，恐怕这整个皇宫也只有他自己这么认为吧。连夏叔父都不过是拿他当成透个话、传个消息的，除非他这回生个儿子。哎，生个儿子他都未必用得好。你人又美，脑子又聪明，比他强多了。你看你多厉害！
当初他终于得了宠，到了官家身边，我还想着怎么护着你，怎么着也得把你送出去，以后不大得见了。没想到你这么聪明，摸准了那个蠢货的心思，轻轻巧巧就把坑他的黑锅扣到了一凤阁，还让他整日的疑神疑鬼，险些自己折腾掉了肚子里的孩子。你真是个天才呀！张娘子的冠子真精致，叫什么名儿？冠群芳。满头白纷纷，更是没些忌讳。张娘子有孕在身，先坐。臣妾愚蠢，以为将官家赏赐的珠子戴上，让所有人都瞧见臣妾的欢喜，才是不辜负了官家的隆恩。谁知道犯了官家忌讳。臣妾错了，请官家恕罪。容臣妾告退，往偏殿更换冠子。去吧，顺便把这身衣裳也换了。今日这颜色，并不衬你。上食局前几日奏请，用秋牡丹花瓣花蕊配了香料白茶，制了些花茶。我试了，香味道独特馥郁，搭着鲜花饼、豆蓉糕，很是不错。便叫他们今日也备了些，官家可想试试？甚好。这新梳头夫人，官家可选定了？选定了。
即日起，上服局内人顾氏掌镇金治之事。彩儿做的官子用料简朴，又不失天家富贵大气，发饰梳的也好，朕很喜欢。谢官家。你说什么？你姐姐从前便向娘娘推荐秋荷。是啊，我和姐姐都可喜欢秋荷了，可是爹爹和娘娘却不喜欢。爹爹没有不喜欢秋荷，爹爹猜你娘娘也喜欢她。那为何不让秋荷做私事呢？她那么聪明。最好的人未必要留在身边，而且在宫中，最聪明的却未必就是最好的。为什么呢？可是娘娘便是最聪明、最好的女人啊！爹爹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心口又痛了？扔掉。这珠子价值连城，又是官家赐给你的。他说了，这东西白茫茫一片，嫌我没有个忌讳，自是不喜。还在赌气呀？这珠子是没什么，可是我是故意穿的红被子，我便是想看看他对我的爱宠，除了赏赐这些最好的珍宝来的勤些，还有什么？平日里他若不来，我便不能去找他，我这心里越来越不踏实。我根本不在乎什么皇后、贵妃还是小宫女，我不过就是想做他心里最重要的那个女人。任何时候、任何事，他不会因为别人对我不好。我的娘子，好了，我知道你委屈，但是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这位粉，它并不只是虚的，有时甚至比情爱来得更实在。真的吗？可是，这官家的情爱，它现在还在。可是你也看见了，它大不过皇家规矩，大不过位分。可是，这情爱，它却可以换来精神，换来位分。最终，多大的位分，就能顾得住多少分的情爱。朝廷严令禁止与下做任何的贸易，尤禁将米粮私卖给下人。这告示贴满了墙，挨家挨户的讲了。你们为何明知不发？请将军恕罪，小人知道错了。将军，
如今咱们这儿的半袋麦子，可以换对面2张上等的兽皮和2大包青盐呢。将军，小人之所以冒这2回险，是想凑足未来娶媳妇的彩礼。我早就说过，朝廷禁止贸易，违者没收所有货物，杖30棍。而在军中，不得让1粒粮食流入下境，这是军令。违禁令者，等同于里通外国1个字死。将军，小人知道错了。所有人，教场集合。4个贩卖青盐兽皮的平民，拉到教场高台，杖30棍。2名小校，立即杖毙。将军，尸身在城墙悬挂3天。以后还有谁敢与下人做贸易者，皆以此处置。是。将军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将军，饶命啊！将军。自辽封境之后，我方边境已加倍严查私相交易盐米者。自即日起，凡军中人违禁，枭首示众。下境内民怨极大，臣所预计，入冬之后，下境内无粒米可过冬之家超过30%。臣派入下境若干斥候，皆言下平民、军士、父母妻儿，病饿而死者，必4级煽动民变。师傅，你回来了。廖子，哎，这么冷的天，一路从延州赶回来的。啊。说是与杨怀敏同管皇城司，人手中却晋江又苦又累，不讨好的繁杂琐事全丢给你。这皇城司何曾有讨好的差事啊？宫里怎么样？张娘子生了个女儿，那些伸着脖子等着母凭子贵的墙头草又消停了些。不过夏总几日前调回京了，一回来便让人去祥鸾阁送了礼。唉，七夕之会，官家虽没让张娘子得脸，可自那之后，对她倒是越发疼爱了。大部分时间都是去祥鸾阁过夜。坤宁殿，七夕之后便不曾去过。不少人私下议论，若是张娘子这一胎生的是皇儿，娘娘恐怕要不先敬妃。你放心，她便是生了儿子，也做不了皇后。元昊一面从2路攻击延州固原，一面却又秘密修书求和。往延州的援兵和粮饷都筹措好了吧？是，粮草已筹措好了。陛下前日决定由曹从将军亲自带兵前往，臣及时发函召将军入京见驾赴任。将军驻地距京城100余里，想来今日便可到京了。元昊阴险，反复无常，言行无信，求和多半违纪，绝不可信。官家增兵增粮，严阵以待，真乃英明之举啊！所编3年，如今境内盐价已翻5倍不止，
断了丝路入内的波斯香料琉璃，广州与明州入境的玫瑰露等一炒之天价。所变于我朝而言，只不过是茶商、丝绸商减少了收入，盐价、香料的价格飙升，余敌则是缺米断粮、衣帽天价，孰重孰轻？况且我朝境内并非不产盐，只是海盐相较于山盐价高且苦，烹饪菜肴不及山盐美味而已。臣听闻，有朝臣称这为影响民生，反对所变，提议早日合议。实在荒谬，简直无耻。依臣所见，此类议论，实因承平日久，见习奢靡，贪图安逸享乐所致，是我朝国富良足，却屡战屡败于西水小国之关键所在。官家，傅学士还少说了一项，税。茶税、榷场交易税乃是税收大项。陕西连年开战，军费是一回事，茶税、榷场交易税、香料市场，国朝的损失，难道不都是要压在普通百姓身上吗？这面花好香啊！这香是你自制的？是。用的什么材料？是用干松、檀香、零陵、丁香各1两，藿香叶、黄丹、白芷、香末、茴香各1钱，碾为细末，用蜜调和，再灌到牡丹花模子里，待干后脱出，再在花片上涂上一层脑麝便成了。这用料倒都是我朝自产的，没有西域进的香料。如今陕西禁了贸易，陆路的香料进不来，舶来的又价格奇高，奴便换了几个全是用自产香料的方子。这面花香料我试过，不伤皮肤的。官子大气，面花样子好，香味更好。没有用高价的舶来原料，是最好的。谢娘娘。秋荷，我记得你说过，你家是开药铺，也是做香料的。是。这是家传的方子？我家惯做的复合香，大多需要几味西域用料。前几年锁了西界，这些香药香丸便做不了了。奴不甘心，一直想着怎么能替换用料。进宫之后，花儿粉儿多了，方便选取，便试了出来。那你可试过制熏香？如今波斯进的玫瑰露价格飞升，但玫瑰露却是各个娘子薰衣香丸的必用材料。奴曾试过用蔷薇花蒸蔷薇水，可替代玫瑰露，只是香味尚略逊色些。香味差点倒也无妨。明日你就送来几丸，我拿来薰衣。是。秋荷，你究竟是为何入宫的？臣以为所编之事，下所受之重创必然远胜我朝。如今求和是否为诈先不论，竟未将去除帝号，对陛下称臣列入求和条件，还想恢复初时对太宗称臣所得的赐币、赐布、赐茶，又想重开榷场。臣赞同复辟，此种求和应严词拒绝。知州，你先去曹府吧。若曹从到了，你同他一起准备西去的行装，他有甚需求，给他置办就是了。啊，临行之前，让他进宫看看皇后。是，陛下。吕相病了半个多月了，原本说是好些了，这2天大雪，天气骤寒，说是又严重了。夏总阁下，替朕去看看他。
是，管家。朕所要的历朝官员对照，可做好了。我朝官员数量之冗繁，实为历朝之冠。臣据各朝史料摘录计算，东汉200余年总数为7567人，晋为6836人，隋为12576人，唐300余年为18050人，而我朝至今不到80年，已过万人。若按每10万国人拥有的官吏数量而言，东汉为13人，晋为42人，隋为27人，唐为35人，而我大宋先帝朝为45人，如今只有更增。你只身找到延州求见将军，请求替换爷爷做随军军医。是，奴的爷爷已年过60，又有喘疾，行军艰苦，老人家恐怕撑不下来。战场上洗疮、上药、固定断骨、止血的活，奴做的不比爷爷差的。你才是个小姑娘，杂在军中太不方便了。长官未能答应你是对的。奴知道，但是不能不为爷爷努力一次。怪不得茂泽这样看重你。茂泽这番心思，太祖朝每年国库能余下小半，而先帝朝年年入不敷出。官家主政重视商业，商税比例连年激增。以去岁为例，国朝的收入已经是太祖朝的4倍有余，却只能维持收支持平而已。朕自问不曾穷兵黩武，大兴土木，非官家奢靡，而是冗官所累。其一，许多官署职能重叠，废了俸禄，多了推诿，又互相推责；其二，官多而实职少，等候补缺之人未取得实权，则上下打点，养出了冯士元这样的大贪，因此支起了贪贿枉法之网，废我大宋银钱，乱我大宋朝纲，坏我大宋世风。说得好。所以，冗官非治不可，选官制度非改不可。改选官制度？太祖朝时为何官没有如此之多？因百废待兴，从无到有。然而3代过后，1分冗官也滚雪球般成了10分。官家一语中的，只是改选官制度是根基大事，官家要先选定主持之人。如今两府大臣。缺少锐意革新、勇而无畏、意志坚定者。父婢所言中肯。张德相沉稳有余，陈执中才华有限，夏悚私事有瑕。至于臣，年轻时就不算锐意进取，而今更是思前顾后、优柔寡断呐。谁说主导改革之人必须从如今两府之中选择？有恒啊，给我信上说，立春的时候进宫见娘娘，正同娘娘看立春帖子。恰好官家经过坤宁殿，得知有恒在，便笑称，待到端午时节，便不再是苏子美一枝独秀了。有恒给子美一说，子美便喜道：“难道是要调欧阳永叔或是范希文回京？
不久之后啊，官家果然召夫君返京，副管阁教堪职。委屈你了。只是，若是志归与西文兄亦能早日回京入朝，才是幸事。先生，我已做好了调令，你一会儿自去上司那儿办妥文书，便收拾行李，调去狄青将军麾下。狄青将军天生勇武神力，聪明坚毅，又得范希文授予经书文学，成就不可限量。你跟着他好好历练，日后当能成器。我一定听招抚吩咐，跟着狄将军好好历练。招抚这就离任了，连一个卫兵也不带吗？我之前护送着刘公子一路进京，不如这次也由我。不必了。招抚真的要一个人揽下所有罪责吗？我听前线的将士说，是仁福将军临时改变策略，未听招抚吩咐。我是主帅，选用前线将领，知人善任，本就是主帅职责，岂有战败推责之理？更何况我自己有轻敌冒进之心，不够谨慎持重，上有所好，下更慎言。再者，仁福将军父子双双殉国，便是有错，也已以身殉职，我怎可再伤他身后之名？此事不要再对任何人提起。走吧。小人受教了。来，客官，来碗茶呗。这几年打仗，防西夏奸细是越查越严呐。那宋拿些税币让我国借，撤了辽夏血场，他们发了疯，这一年在边境又打又抓又杀。汉兄，汉兄，殿下。哎呀，风尘仆仆，别来无恙啊！1月之内啊，3封加急公文召我回京，令务必赶上元旦大朝会。一入京，燕相居然亲自来迎，某心中有些忐忑呀。放心，并非是官家派我等在门前押你上殿，故人情谊而已。确实算是故人情谊，不过，并不是为你我故交。啊？入冬之后啊，吕相喘疾日重，2月前已卧床不起，这几日怕是大限到了。我去看他时，他提过你几回，说起与你相争，将半个朝廷牵扯进来，颇为感慨。我是想，人生一世能同殿称臣，哪怕针锋相对，也是缘分。我正该去探望吕公。相争亦是为国事，只是当时气盛，言辞激烈，众焉毕竟后生晚辈，未必没有失礼之处。
日相，燕相公和范学士来看您了。哪个范学士啊？李相，钟嫣来看您了。啊，范希文呢？坐下。坐。请坐。这有几句话想跟你说呀。荣源太大，再这么着，这大宋撑不住。我呢，一向坚持反对改革，但官家的心思我明白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官家是想叫你来主持裁冗员、减冗兵。给你2句话：祖宗的制度兴许没那么好，但是你们改错了，改得没那么好，你和官家都会成为大宋朝的罪人呐。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官家就是想治荣，想把这个尾巴掉一掉，他绝不会真敢去改祖宗的毛病的。官家，明日大朝会照着规程，现在都已经准备妥当了。官家可还有什么吩咐？没什么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官家，今日早些歇吧，明天一整日的辛苦。出去走走。是。官家。这里的秋荷明明就是秋荷的样子，可是总感觉跟我瞧在手有些不太一样。能看出不一样，说明慧茹的眼光已经有长进了。可是这就是秋荷的样子呀，眼睛、鼻子、眉毛哪儿都一样。崔先生画的怎会有错？崔先生画的是没错，只是他画的是至香关秋荷，不是站在娘娘、官家、公主昭仪跟前的秋荷。这些画的名声已经传出去了，作画最后一天，画院画师们都争相临粉本。昨儿请宗室内眷们进来喝茶，好几位夫人问起呢。可不是嘛，这4幅一套，每幅都拿图中女官们所制的香名字做画名。宫内崔先生的画刚裱好，外面已经出了照着粉本临的赝品。元月中，宫宴与庆典一个接一个，年年也没什么新意。我看着这些画呀，突然有了个主意。
何不办一次赛香会？规则呢，就是所有材料都需要是我国自产之物。官家到了。娘娘，别告诉爹爹我在，我要吓他一跳。官家来了，官家可是来了。我去拿酒，点心，点心。灯火通明的，在做什么？官家，花园送过来几幅画。崔白的画，这是那个张茂泽带进宫的梳头女官。看来不止和儿喜欢她，你更喜欢她。既如此，其实当时你便直接升她为私事也无不可，这本就是中宫的职权。当时臣妾觉得董秋禾年龄太小，资历尚浅，仍需磨砺，故未曾擢升。但这些日子，却发现她做事十分可靠，胜过许多资深女官。于是已经让人手中准备文书，升她的品阶了。朕似乎也有半年没有过来了，这里一切倒也如旧。官家没来过，却也未曾给臣妾降过罪。臣妾愚钝，也未反省出自己犯过什么错。所以便当是官家朝事繁忙，无暇顾及臣妾，于是便日日如常了。皇后当然没有错，皇后怎么会犯错？连张修缘出行向皇后借仪仗，皇后都一口答应了，倒还要朕来教训于她，行动用物要符合制式。当时，张娘子说车旧要换，或者就用皇后车驾。臣妾看了，车旧却尚能使用，且并未比其他娘子车驾更旧。官家你又提倡省俭，臣妾不敢拨了这笔给所有娘子换车驾的款项，却又怕临产的张娘子当真因为这旧车出了闪失。思来想去，答应了暂借中宫车驾给她用一次。臣妾以为这是所有不够妥当中的最妥当，却未想到官家心中这是最大的不妥当。哦，原来皇后有过这么多的思量之后，故意的没把规矩当做最要紧的。臣妾自是想让所有人守规矩，然而从张娘子是一个舞娘开始，她不守规矩，臣妾管了，官家你都再去安慰。宫规再大，都大不过臣从君，妻从夫。臣妾若是为了张娘子，反倒忤逆了官家，气着了官家，这倒是我最大的罪过了。但是，臣妾此次确实错了。臣妾怕给张娘子换车驾，与她同品的娘子不服，于是没换。但是官家呢？官家给换了，后宫其他娘子未有怨声。想来，后宫所有人，即便以前不明白，现在也都懂了。
张娘子是与其他娘子不同的。娘娘，官家最喜欢的墨药还剩下最后一坛。墨药，确实好久没有饮过了。前一段前朝事繁，一直没过来。明儿便是大朝会，之后元月里节目不少，编牛赏灯、欣赏清宫，都是要安排宫眷们同往的。官家放心，这些事务臣妾都安排好了。细务都有册子一一记着。官家若是想看，臣妾就让莲儿拿来。只是颇为繁琐，今年较去年也没什么大变更，臣妾就没有去福宁殿请示官家。你做的事，朕从来挑不出什么疏漏。没有朕，皇后依然都是后宫敬服、君臣称颂的娘娘。